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维护治安的巡安任务，19号正式启动。市长赖清德19号暗时，伫南区交通警察大队视察警察局各单位，今年重视民间力量的投入，有义警、义交、民防、志工、守望相助队等拢成军，算是加强执法以及维护治安的决心。往年的春安工课，今年改名成为加强春节安全维护工课。台南市除了警察、宪兵、甲消防等行政机关的加入以外，也有义警、民防、义消、志工、守望相助队等5力投入春安工课。市长赖清德亲自前往视察，并感谢民间团体积极投入，做伙维护治安，做伙为大家营造一个平安的过年。在过年期间，人口流动增加，交通更加的复杂。除了交通局在今天召开记者会，提出各种因应的方案以外，我也希望我们武力，也就是我们警察、义警、民防、巡守以及志工5个力量，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在需要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出现；在民众碰到困难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奋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让过年期间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好年。在过年期间，也让每一个人来到台南旅游，也都能够平平安安到达台南，快快乐乐回家。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今年的春安工课，伫个警察车一台又搁一台出动之下，正式展开夜间的全面巡查。对1月19号暗时10点开始，到2月2号为止，为期15天。警方表示，甲往年上界大的无共款，就是加入更侪民间的力量，用全面的力量来维护治安。台南新闻早采访报道。连续2档创下60万参观人数的活丁港灯节，每一档拢有新的突破，就是希望一档比一档更较精彩。今年的灯节除了有将近50组来自国内外艺术家甲大专院校的作品，而且佮特别将展期延长到39天，就是要满足民众的视觉享受。受到各界期待的活丁港灯节将要登场，今年以4季礼赞为主题，用各种媒材搭配灯光设计，营造春夏秋冬无共季节的气氛。甲往年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将静态的艺术灯加入音乐甲动作的变化，带来灯光秀的视觉。而且艺术灯的面积是比以往更较大，甲大自然融合，以地景艺术的方式呈现。第一个特色就是讲，今年这个艺术灯吼，参过去一组还是2、3个一组，搁较无共款。今年是啥？今年你会当看到讲，哦，有300平方米加8坪，算一组就对了。而是讲用地景艺术的方式来呈现。这届的这个灯吼，会当讲足大的特色就是讲，它的量体比以往更大。是用面，那种点线面，一开始用面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很壮观，很壮观哦。除了邀请法国、日本等国际艺术家进行创作，今年主办单位再度针对国内大专院校艺术设计系进行作品竞选，入选的23件有位伫水面，要设置伫桥梁、布花、步道、树仔等所在，而且真侪拢是以竹仔甲纸等材质打造，符合环保理念。咱的灯节其实是啥？最节能的，因为咱拢用最节能的 LED 去呈现它的这个灿烂的地方哦。另外是讲伊很环保，因为拢是啥？拄仔大家看日本的作品，用纸糊的啦，
哦，我拄仔讲迄编织云，哦，迄是用竹仔编的，月明金的嘛拢用竹仔，哦，所以咱即厝的作品拢是安那，很节能，很环保。马里第6榜的活动港定节，今年为1月21号开始，一直到2月28号，总共有39天的展期，是2年来展出的时间上长的。文化局也邀请民众伫1月21号拜六暗时7点到水月桥边到店来揭开定节的序幕。单新闻综合报道。现在年金改革的问题是吵甲真热烈，不过煞真少讨论到农民的部分。对此，议员李文静甲王俊潭伫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重视农民，替农民设想。市议员李文静甲王俊潭针对年金改革的议题，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为农民发声。因为目前的老农年金政策并无真正照顾到农民，社会资源分配并无公平，要求中央想办法来弥补辛苦的农民。今仔咱看到的就是讲，无遮的照顾农民的一个政策，即互咱感觉讲非常的即个疼心啦吼。所以咱今仔日的即款的一个座谈会就是讲年金的改革即个被放袂记一个农民农民到底伫台湾的社会地位因伫倒一搭大家根本都无咧重视，无咧关心嘛。咱农民甲将士。受到啥物照顾，拢差不多拢总无嘛。像这老人年金，甲这个18%，你甲看相当对这农民，敢有啥物影响着？敢有啥物照顾，拢总无。这个老人，这个福利多低，拄啊咱就死哦看，他有这15.3万。普通时也无，就死哦看呢。议员指出，申请劳农津贴的资格，包括爱满65岁以上，必须参加农保，年资满15档以上，才会当领取津贴7256块。议员认为，不但条件限制严格，而且费率也无悬，所以伫这个换年金改革时代，农民应该受到公平待遇，才会当彻底落实转型正义。但新闻者上郭博弈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实施这项科技已经3档，显示出袂歹的成果。今年年终奖金这项好的老师，也就是职员，上侪领3个月。以企业化管理的方式，鼓励教职员工努力工作，积极招生。3档来，不但学生人数年年成长，也个校务的发展更较顺利。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伫咧校长曾信超的带领之下，已经连续3档用企业的方式管理，而且每一个科系学生的数量、使用的空间大小，也有学术的成果等等，作为评分标准，实行绩效评比。3档来克服侪困难。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赞培雅爱心义工协会举办中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协会提供现做的饭菜，予6岁学童食午餐，并且予因为受助的角色，也会当学习帮助别人，将来有机会回馈社会。每礼拜1到拜5中昼食饭时间，市湾赞培雅服务处头前，拢会来一群学生排队领取便当。并且由学生担任服务志工来分送这爱心便当，寒冬送温馨中餐助动计划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4档，照顾的对象是周边14间各中小6岁学童，为因提供温饱的一顿，减轻家庭一寡负担。午餐这个已经进入第4年了，那每年的时候，这时候我都会送给孩子，因为大家的过个年嘛，还有一些那个前年的那个精华鸡，因为我让他们感觉到说
大家新年过一个快乐的新年。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4年，我觉得谢谢除了谢谢我们的志工妈妈的帮忙，还有一些善心人士默默无名的帮我们捐款，这一点也有。还有重点是我们因为12年国教的服务学习时数，让孩子能够在这里学习他的志工时数，这样子让孩子从他童年的时候，从他学生的时候就能感受施与受，帮忙别人，互人帮忙的感受，这是最主要的宗旨。今年寒假，协会甲东东餐饮企业合作，赠送菜头粿予受助的囡仔，希望予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团聚的感觉。协会也希望社会大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关怀扎到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锁定柑仔甲居士伫民国75年开山弘法，民国76年创立中庸慈善基金会，该会长期照顾弱势关怀家友。每一当农历年前，拢会举办爱心围炉餐会，请弱势朋友食团圆饭，互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中庸基金会每一当岁末的时阵，拢会举办不做请食饭的活动，宴请家友、身心障碍、清寒等等弱势团体围炉。今年总共邀请54个弱势团体，开了150桌，服务1500人来食到，互因感受到社会关怀。柑仔甲居士奖扬慈善基金会在创办人洛本天津仁波切的一个带领之下，从民国87年照顾街友，每一年都有围炉的岁末的联欢活动，在3年前，我们把它扩大照顾到社会上更多的一些弱势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弱势的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身心比较有障碍的人，肾脏、心脏，而且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努力去自己去到现场里面去访视，去把它说请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活食请吃饭的这个节目，我们创办人洛本天津仁波切希望能引起社会上大家能更关心在社会边缘的这一些弱势族群，让他们每一年能过个好年。现今的台湾需要安定、和谐、善良甲智慧。柑仔甲居士长期关怀弱势，希望会当激起民众行善布施的慈悲心，做伙加入行善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上峰开发公司打造的巨无霸气垫，1月20号到2月5号进驻南胖购物中心。小朋友伫遮会当爬悬爬低，开电动跑车，自由体验。不但提供大人购物的空间，也互囡仔有一个佚佗的好所在。小朋友伫这个用气垫打造的乐园内底，爬来爬去，酸溜滑梯，也就是开着世代的电动车，转来转去，算甲非常欢喜。这个由上峰休闲开发公司打设的巨无霸气垫，不但号称是全球独创、世界上大的，而且佫是由美国设计的全彩气垫，就是要带予小朋友无同款的游戏体验。就是整个寒假以及过年的期间，全部的时间都在这边。然后主要就是以大型气垫为主，还有步步车，让小朋友在寒假之中有个很美满、很愉快的回忆。那这些都是从美国设计进来的，而且是全彩绘，跟一般的气垫不一样。去年在台北，然后今年我们来台南，算是一个巡回展，类似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活动不是说只有学校、国小、幼稚园的小朋友可以参加，一些公益团体的小朋友，我们也希望一起来参加。这项由气垫打造的游乐园，1月20号到2月5号，伫南胖购物中心登场。要互爸爸妈妈伫购物的同时，也会当带着小朋友来遮佚佗，成为寒假适合大人囡仔行大的好去处。台新闻记者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济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